那十字架，我愿背起十字架，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。如今不论生或死，都是为了主荣耀。不论生或死，我属于主。十字架的能力，十字架的盼望，在我里面有主活着。我是极微小的人，罪人中的罪魁。虽然如此，主呼召我恳切期待盼望，不再羞愧，放胆传扬主的十架。十字架，我愿背起十字架，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。如今不论生或死，都是为了主荣耀。不论生或死，我属于主。十字架。